今次我哋去嘅唔止一個遠方，從內蒙古呼倫貝爾到黑龍江漠河，跨越兩省，穿越冰雪兩極，一趟旅程收穫雙重體驗。第一日從香港出發，航班載滿歡笑，降落呼倫貝爾，隆重嘅歡迎儀式，熱情嘅草原歌舞，溫暖嘅歡迎晚宴。即使身處嚴寒北境，溫暖都從呢一刻開始蔓延。第二日坐越野車，睇盡呼倫貝爾冬日獨有嘅蒼茫，駛向莫日格勒河雪原，好似闖入流動嘅白色油畫。午後抵達中國冷極根河，入住冷極村，見證零下58度嘅傳奇。第三日喺冷極村，翻到最純粹嘅童年，潑水成冰嘅瞬間，展出喜慶窗花，着起花湯扭秧歌，笑聲喺凍空氣裏邊特別清脆。繼續向北抵達北極村，呢度藏住一個星光閃閃嘅聖誕村，聖誕燈光同音樂，仿如走進極地童話。第四日喺北極村滾北，最北一家，最北郵局，最北哨所，再去中國緯度最高嘅地點金雞之冠，喺呢一處最北之境悠閒漫步。之後到漠河，登上北極星公園，將冰雪小城嘅寧靜同遼闊盡收眼底，探訪漠河舞廳，漫遊松園公園，沉浸喺份寧靜嘅自然之美當中。第五日穿行蒼茫林海，經過黑龍江同內蒙古交界，打卡滿歸鎮迎翠山公園，滿歸標誌大門。第六日探訪奧魯古雅史陸部落，親近溫順嘅馴鹿，聽鄂溫克族嘅故事，行到額爾古納，感受俄羅斯家庭嘅熱情。夜晚喺酒店旁邊嘅篝火載歌載舞，溫暖隨住火光蔓延。第七日沿住中俄邊防公路前行，一路風景如畫，直到繽紛嘅滿洲里、城堡、小紅地標，交融嘅中俄蒙風情，為旅程加上明亮一筆。最後一日喺巴爾虎草原祭祀敖包，行過成吉思汗廣場同呼倫貝爾古城，帶住雪原嘅祝福、森林嘅寧靜、極北嘅浪漫，踏上歸途，唔捨得講再見。喺冰雪嘅盡頭，我哋揾翻最純粹嘅快樂，亦都留低一段永遠溫暖嘅美好回憶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